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最近你敢有感觉飞碟就在你身边呢？共产党的情报功夫是有出名，国民党输了江山，情报是输一半。组团的绝技是过长山，但不管你是在朝在野，拢爱提高警觉，因为咱干那一个台湾尔。今仔日咱继续来关心着，那么到底今麦飞碟的最新的情形是如何呢？台北市树林的宪兵队传出了内部有3个阿兵哥涉及到强谍案，因为总统府立法院、外交部嘛拢传出有人涉案，民众党党团的口说讲是强谍国家队，民进党团嘛向南北来化威，希望修法来加强机密的保护，呼吁在野党就唔通搁再做动。中国间谍案一直咧爆出来，今麦又搁传出查案有功的树林宪兵队内部冒3个士官涉及强谍案，甲各方机密流出去，穿军衫翕效中中国的导航影片，还搁伫咧军队摇5星旗，而且去共一个组织吸收成员，还搁互5星旗出现伫咧嘉南海军的威海营区。不过强谍案唔那伫咧军中出现，总统府、立法院、外交部嘛小连续传出有人牵连在内，是引起众人的关注。一天到晚在抹红台湾民众党跟北京勾结，原来在勾结的，养了一窝共匪的，这是民进党自己。目前军人的渗透相关的大部分都是透过中间人，这个中间人几乎清一色都是退将。退役的军人，如果他有风险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控管？台北市长蒋万安顶日批评民进党为党部、立委到地方，拢有可能已经去互渗透，要求行政院长杜英泰都要针对强谍案来表态。杜英泰再去强调讲，中国统战对台湾是上大的威胁，嘛甲地方政府发声，对中国的态度都要较明确的。地方政府也应该有这样的体认，不要非常的暧昧不清。该有自己国格的时候，地方政府也要共同负起这样的责任。公视新闻台北报道。其实真久唔捌听过飞碟这个声音啦，但是最近乃安尼叮叮塔塔的案件拢来出现，到底情形是如何？咱随时啦来连线。即摆在线顶是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所兼任副教授辛明哲，辛老师你好。平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辛老师，你甲咱讲吼，就你所手头恁的了解。即卖飞碟在全台湾，不管是政界，还是商业界，还是其他科技，还是其他的这个方面，这个分布情形是如何呢？一般来讲吼，那一个国家要用间谍去收集情报，应该是全方位的，各个面向拢有。毋过那两个国家咧相战吼，当然是较注重伫国防甲军事的情报。其他咱知影像台积电即款的科技足好的这个公司，咱知影有商业间谍甲工业间谍。毋过军方一直都是中共要注重的要渗透的单位，因为将来若要作战，伊就要掌握这军队内底一个。你有啥物上重要武器？第二个，你的士气安怎？有想要拍无？你的弱点是啥货？伊上爱知些。我想讲，每一个国家拢会对你的家乡的敌人的各种情报来收集。毋过即摆趋势咱会使看吼，较早是拢对迄个阶级较悬的将军渗透吸收较低。咱即摆拄你讲的迄个树林宪兵队。即卖连阿兵哥也是士官，嘛有涉入这个间谍的事件。毋过咱了解讲，这阿兵哥也是迄个士官吼，因拢是足重要的单位。像宪兵队当然嘛是联合警卫勤务的阿兵哥，若无就是飞弹部队，若无就是空军，也是海军重要单位。这基层的军官甲阿兵哥，拢是因收集的对象。其实西方国家甲中共来收集这个情报方式无共款。辛老师，
你小在线顶小等候者，咱即摆来现场紹介咱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是咱民主進步黨台北市議員簡舒培，大家好。第二位是中國國民黨台北市議員劉彩薇，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蔡英雄，大家安。那麼第四位是資深媒體人謝和志，大家好，大家安。咱他就講到吼，沈老師來講，其實啊，過去攏滲透的攏是軍事國防而且是高階戰的將軍將領退將，但是即馬今仔日傳出來講憲兵隊啦，這個憲兵隊吼，階級士官啦，兵哥啦，但是因是迄個算做是總統府的勤務員，也是講這個台北市區的這個衛戍部隊啦。我要先請教就簡議員哦，這難道攏是執政黨出飛碟在野黨攏無嗎？我毋是挑你咧問在野黨要制度哦，我的意思是講，就情報的這個價值來講，當然是去執政黨去取情報較有，但是嘛就這個情報來講，嘛有誒帶了真深，帶喺這個在野黨的身軀上，我過去嘛有聽過啊，議員。中國對咱來安排這個間諜啊，吼，我相信伊是不分黨派，不分各個階層，伊攏是要滲透嘛，吼，只是講這一邊，互咱較訝異的、較驚訝的，對我來講，這個人，咱過去攏熟悉，咱無想到講，咱這個朋友，竟然會互中共來收買去。吼，來摕到伊佇咧工作上，也是講伊甲一寡朋友的交際應酬中，大家可能對工課頂關係討論，伊就甲這物件情報去賣互中國。我感覺這對民進黨來講是真正無法度接受的，因為頭拄仔咱講的這一寡迄個民進黨要查出來，這包括什麼邱世元吶，吼。這個吳尚武啦，吼，何仁傑啦，這個人其實咱攏有熟悉，吼，所以對民進黨來講，就是講咱家己會較執政了後，咱的工作人員對這個共諜滲透這個代誌，到底有迄個意識？我感覺這個代誌是足麻煩的。吼，就是講有當時你就是無意思啊，你就想講我甲朋友開講，這若無要緊啊，這資料我就互你知影。毋過這有可能就是中共要來收買，伊會甲你討這個資料，就是中共要愛。伊對伊來講，伊就感覺講這就是足平常、足正常的一寡資料，伊甲這個物件提供出去，袂要緊。這就是足無保密防諜的概念咧。就你工作的過程當中，你認為你所接觸的這個資料，敢有所謂的這個機密的資料？唔是，你喺想講，比如講，這個吳尚武，伊是總統府的主任，伊對賴總統出訪的，他跟着賴清德總統出訪的，他出訪的過程，中共要知影啥？要知影你去倒位啊？要知影你私底下有甲什麼人講話無啊？毋過伊說無迄個境界，伊竟然就甲這個物件。提供予伊的朋友，伊的朋友是受到中共相關的影響，這個資料都出去啊。我家己認為啦，吼，就是講國民黨即擺一直罵講民進黨佇咧飼共諜，你敢有相信？民進黨到即擺攏是這個反共嘛，吼，中國嘛無法度接受民進黨啊。若是民進黨會當互用養共諜的方式，我想共產黨袂遐爾討厭民進黨啊。對無？所以共產黨要接受民進黨的方式，伊就是用共諜滲透佇個府院黨內底，吼來影響。對民進黨來講，即馬所想的就是講，咱無想到咱的這個工作人員啊，遮爾啊無保密防諜的意思，遮爾無知影講這是機密的情報，你袂當甲其他人接受。你若做這個代志，你就是去用滲透。我感覺這是真要緊的一件代志啦，吼。那中共遐對咱的這個軍人的滲透，咱都已經攏知影嘛，吼。咱真濟這個退將，
退伍了后，常常就去中国，吼，甚至即马之前即个军演的时阵，甲柯文哲放在头前，内底放在人仔内底的迄个就是迄个一个军官嘛，一个军官。所以对因来讲，因对在军退将的将领的渗透跟收买，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常态。但这一些退将，是不是能够去掌握到现在？民进党政府里面的一些机密，他们认为没有办法，所以他们必须要透过更其他的方式去接触到其他府或院，民进党主政底下的府跟院的。所以，你认为因主要目标还是执政党哦？当然是啊，当然是啊。在野党拢无输吗？在野党当然嘛袂，我当然嘛有输，因为在野党咱即马讲啦吼，在野党有需要无？我讲个较坦白的啊，你讲共谍、间谍这个代志。有可能是我的助力，我公然的就质疑啦。立法院的国民党的立委有没有可能就是共谍？泄露国家机密给对方，就应该被认为是共谍，对不对？是间谍。那我就问嘛，我们的立法委员有没有？之前马文君不是就被质疑吗？对不对？他的机密资料里面呢，开了机密会议，拿了相关的资料，有没有传递给中国？甚至有没有把它送到这个南韩去？好，这之前都可以用质疑过嘛。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保密防谍这个代志，今嘛是大家都应该要去注意的。然后除了执政党之外，在野党也有可能。好，那除了这个总统府、行政院、立法院。甚至到各级政府里面有没有被渗透，有没有被中国借由收买的方式去取得国家的相关资料？我觉得当然都有。那中国对台湾有敌意，所以他用渗透的方式，所以过去这个中国国民党在中国的时阵，因就用这个方式啊，更何况到现在，他们一定也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对国民党来讲，我大方入去，大方出来啊。刘议员，你安怎认为？我觉得基本上只要是涉密人员都应该。他可以合理的被怀疑，比如说你讲到立法院的立法委员，可以呀，他可以被怀疑呀。这些总统府的幕僚、国安会的幕僚。马协一样啊，可以被怀疑啊，但问题是，你被怀疑，这些人他就是事实上他实质是因为有证据而被调查的啊。马文君，你说他也有你们认为的证据，他曾经也因为这样子，然后被检举、被提告过啊。问题是现在调查出有结果吗？没有嘛。所以我觉得一码归一码，而且事情要看证据了。那我觉得我讲个最简单的，这个中共前领导人习近平讲过，不是习近平，这个邓小平他讲过什么话？黑猫、白猫，只要会抓老鼠的都是好猫。其实这个逻辑中共一直在用，所以我今天讲一句比较中立的啦。的确，我觉得不管是国民党或是民进党啦，都应该要有保密防谍的一个意识观念，因为不管是国民党或是民进党，只要谁可以拿给他们够机密的国家资料、国家档案，对他们来说就是共谍。议员，就你所在，恁国民党，因为今麦较好出席的应该是国民党的恁的同事嘛吼。有人甲因接触讲，来哦，啊，创这创迄，敢有这种？我觉得交流归交流，交流有啦。对，交流绝对有嘛，民间交流一定有的嘛。不管说是不是我们去交流，或者说我们去旅游也好，那交流是一回事，但是。交流我们可以拿到什么样的国家机密？我觉得这才是重点，所以我觉得那个是要分开来谈，不可以混在一起谈的。前面我要谈的是，今天有谁会有国家机密？一定是执政党嘛，一定是执政党，它才会有相关的国家机密。所以回到这件事情来看，有总统府，有国安会，有立法院，有议会，基层民代，这个看起来已经不是一个单一事件，不是一个单一破口，而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破口。很显然，它是一个粽子的，也就是说呢，它是有一个源头去散发下去，包含你要负责什么，你要负责什么，你拿什么资料，还有包含我要去吸收谁。这个事实上，其实在现在调查出来的资料都可以去证明，他是有一个已经先被吸收的人，然后这个人再去找其他的人来做配合，这个就是一整套一个系统的。这就咱头有看到吼，不是要
故意甲你拍断吼。我知影讲你真了解，但是若是想要一个问题，就是讲，如果你若知影才深着，那么有人甲恁接触的，你有听过讲恁的同事去有人接触过，啊去互拒绝无？敢有安尼甲你讲？好像拒绝。互恁的同事拒绝啊？无呢，我是无听过呢。毋捌听过嘛吼。所以我的意思是讲吼，有人甲咱接触，咱嘛毋敢讲啦。吼，真侪人有人甲咱接触，我嘛毋敢，我嘛袂使甲你讲，我有去互接触过。应该是，我觉得这个回到一个问题啦，你自己要有保密防谍啦。他问你什么，你觉得这个不能讲，就应该是不能讲了啊。如果他只问说，接下来国民党主席你觉得会是谁啊？这个是有国家机密吗？这个当然聊天就可以讲。咱知影这阿强啊，连报当局吼都出来。我要先请蔡老师。是。我感觉是安尼啊，就是讲，伊这就是一定有计划啦，吼。而且是有可能，伊咧买毋是一个两个，是规棚的啊！吼，拄仔两个委员拢有讲。所以咱即马就是讲，伊买甲对比如讲总统府好，也是即个民进党内底重要的即个政治人物吼。其实因就是要摕到即个机密，吼。有当时你蛮看因细卡哦，因是做助理，但是伊影因资料，所以有当时迄个资料真重要。吼包括伫立法院，咱开国防甲外交委员会。虽然迄是机密会议，但是这个立委拢看会到。我毋是讲伊一定做间谍啦，但是就是讲对因这个部分，政府就是爱立法。比如讲你若是要去大陆的时阵，你是毋是爱登记？你爱透露讲你有去？其实种种的代志就是讲，咱即马就是要补破网啊，趁即届已经写甲总统府啊，我感觉是专门来甲清查落啦。但是有人就讲饲一堆民进党饲一堆共匪，安尼表示讲是毋是民进党家己鸟饲来夹家己的布袋呢？其实毋是啦，因是无斗空的啦。是安怎？因为若是伊这来试探这个消息，我搁斗空，搁专门互来试探，就无咧头壳一空个，无啦，毋是安尼，所以无毋对，即摆是民进党内底有牵涉到咱来办，有司法那就总破西安尼啦，迄个大刀小刀拢办啦，莫阁讲咱的司法单位是办啊，无办灭啊，因为即几个是毋是拢灭的，司法单位咧办啊，有司法单位有一个较公平公正，伊去办，这算出票啊，即届出票看以后大概建设起来咧，这个新委员这个。新委员、新北洋委员，伊咧提一个国家安全的法案，包括咱代理人法拢还未通过啦。毋嘛讲国民党会当支持，你嘛感觉讲这真严重嘛？趁这个机会，大家来三天啦，因为咱的里长，也是民代地方的民代去中国佚佗，互交代。这交代的部分有可能佫无一定会犯法咯，但是转来讲要投互啥物人，这就一定牵涉着案，就牵涉着讲违反选举罢免法啦。所以我即摆意思就是讲因一定透过迄个种种的方式，踏地地，伊就是要来甲你处理你台湾的政府。伊用拍台湾，迄了足侪功夫啦，而且美国嘛袂稳准啦。但是来买台湾，这个助力其实是用买嘛，毋是美金，就是用操作。所以我感觉讲咱来谨慎，咱一定爱留持，毋通阁继续放互因。安尼一直来，这是真好的代志。蔡老师是呼吁讲要立法要赶紧啊，所以我就请教何志因为即摆看起来判刑其实拢无讲判介重的5年以下还是4档啊尔，几就出来啊呢？你认为这个修法的方向应该是如何？还是讲迄代理人法，还是其他的物件要去过来加做才有法度？还是讲袂？其实现有的这个机密的这个查核，譬如讲，这个何仁杰8档以来，敢若做过1摆安全查核，其他拢捌做过，是倒一种较优先。我的看法是讲，你即马民进党内底若出代志，就是讲，伊即摆要买，一定是不管调野，不管你加权，我当然资源有够，我拢买嘛。你讲宪兵，你买了，敢有啥机密？无一定嘛，要毋讲无一定，倒一工有
做业绩啊，有摕到咧。人伊咧做业绩啊。所以即摆一定是往啥足悬的嘛，吼，不管加悬啊、调压，我拢去买看卖，吼。所以你即摆的心态，就变讲，你爱想讲我是安怎补这破网，啊，毋是讲我是讲我一定要针对啥，因为以前阮拢讲啊，你遐陆配啦、台商啦、国民党啦、退将拢恁遮咧一定较会卖台湾嘛，啊，即摆证明毋是安尼嘛，所以你袂当讲刻板印象讲啊，这你较有机会，你看起来就行，啊，伊较袂，吼，你就会出代志，吼，我讲安尼啦，你讲即摆吼，立法院助理吼，我讲一般来讲啦，助理摕到的机密无介济啦，就算是讲国防啦啊外交的委员会，迄阮走立法院遮久嘛，吼，迄机密阮预算我拢看过嘛，哪有啥？吼，公报室内面就查就有啊。迄公报室内底你嘛袂当看啦，机密算你是袂当查啦。因过阮记者嘛是有看过，你人迄哪有啥？也毋过你想讲伊即个吴钊燮即个助理何仁杰，吼，伊接触的就真正是机密啊。你讲莫讲别项啦，你讲吴钊燮逐工的行程看着相，吼，我咧未来底我来判断，就讲你即马你外交部咧做啥嘛，吼。啊，这就真正是较大条，要毋讲你讲迄细卡的助理，伊嘛照买啊。你讲新北议员的特助，迄是有啥物级别？我嘛是照买啊。吼，啊，你即摆咧看这代志的时阵，我讲阿强啊，即摆阿强对来讲有两种，吼，一种是讲阮即摆讲的共谍，啊，一种是阿强啊以前到今咧用的叫做样板。吼，样板了，我找你来看看，你看哦，你内底嘛是搞真侪人搞真好。你以前民进党是讲样板当作个共谍咧办，吼，结果你即马共谍出咧你内底，就这两个要分开啦。即马毋是讲法案那边安怎修的问题，是讲你安怎做的问题。你讲好，你去大陆去澳门爱报告，我就讲上简单的啊。迄阵咧罗贤哲案大罗哲贤案大家敢有记的？啊，迄个泰国交付机密啊！你是啊，你刚全世界你敢看到都拢锁起来，就讲，所以毋是讲倒一个区，倒一个人，吼，是你是咧帮，吼，你安怎保护完全，吼，这较重要。你若是讲想讲，一定都是伊，吼，你点都会出问题。谢老师哈，我要甲你请教哈，即摆目前为止哈，你认为敢有在保密防谍这个法令上，还是咱行政的流程当中，应该要加强什么？邢老师，对，我大家讲到吼，迄个单先生有讲着，迄无共款的种类也是生事吼。其实一个啦，一个就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共谍，这是头一个。第二个就是讲伊吸收的人啊，去做迄个收集情报的代志。啊，有当时啊是去收买，我知影你有，我甲你试探，我甲你用买，你的资料互我，这无共生处的吼，有无共款的法律。啊，即马就是讲，第一个就是讲，爱每一个人爱有一保密防谍的行为也是习惯，这上重要。啊，第二就是讲，你拄到这种专业的强谍，你甲你试探，你甲你吸收的时阵，你会该马上来反应。我想我这上重要啦，为这案例来讲，拄啊单先生有讲到迄罗贤哲吼，罗贤哲是伫泰国做武官。伊做武官，毋过迄个无应该去的物件，互迄个共匪掌握到伊的弱点，讲资料互我。后来伊转来台湾了后，佮升官升将军了后，就从咱台湾的非常重要的迄情报拢互中共，伊后来判无期徒刑。迄是无共款的迄种类，即马就是讲法律就无共
看第一个，就是讲你想了机密，有国家机密保护法啊，你若是从事间谍工作，可能是国家情报工作法，还是内乱外患罪，已经有足侪法律法。即马就是讲，你是啥物样态啊，用啥物法律，毋是讲每个项目是用国家秘密法，这你种你是嘛要去讲哦。还有地方即马咧讲通报机制，你材料爱通报吼，即嘛是种个啦，因遮吼，机关方是无法度做动的。是，沈老师吼，因为声音的问题，咱吼是过来厘清了后，小咱才来就刷。感谢吼，刷来要请教这个议员吼，因为即马目前为止，因为他问到国安会这个何仁杰，咱也看过伊啊吼，8当以来敢做一摆安全查核的，咱坦白讲，这是自顶一任在蔡总统就任的这过程当中，伊拢伫国安会嘛，这内面是出了啥物？因为过度的信任，所以就免做，还是讲其实这是普遍性，整个政府内面普遍拢无咧做这个安全查核。安全的查核应该是有伫咧做，不过为什么何仁杰伊敢若做一届？是因为伊无离开，所以咱敢若家己做一届。吼，啊，不过你这基本上我感觉因若是安尼的时阵，代表讲真信任伊，吼，这个人应该袂去做这个代志。不过我感觉。我拄头来讲的，就是讲保密防谍这个代志哦。你看何仁杰伊是安怎去接触到？伊是透过新北市议员的助理，叫做黄曲龙，伊毋是直接甲中国接受，是中国甲这个黄曲龙接受。这个黄曲龙因为甲何仁杰接受了后，为何仁杰家摕到资料，再交由黄曲龙，然后到海外去交付。这个整个的过程。我要讲的是说，中国要接触你的时候，要收买你的时候，可能也不是只有看到，哎，你现在在哪一个地方，我认为你有没有收买的价值，只因为你在哪里工作，伊唔是，伊可能是刚刚讲，比如讲朱麒麟，你熟悉的人真济，啊，你愿意无？你可能一拄开始伊甲你插头，就是讲，你帮我去了解某某人，你讲你熟悉某某人嘛，吼，啊，无你帮我去甲某某人讲，问看卖因即摆因的想法是啥，结果你真正有法度摕到。伊会开始信任你，而且互你的责任会愈来愈大，互你的经验会愈来愈大。啊，你若阁继续甲伊接受，继续替伊服务的时阵，我来讲，对伊来讲，这个黄曲龙价值无？这个黄曲龙价值啦。他拄有讲无啊，这就一个新北市议员呐，这哪有啥物机密？这哪有啥物机密的重要性？不过，因为伊会当甲何仁杰接触，会当摕到何仁杰相关的资料，会当为何仁杰才摕到这个外交部相关的资料，有价值无？有价值啦，因为你其他人无法度啊。因为我所知吼，应该是这个区社员哦，这个区社员真够招摊啦。嘿啦，啊，就是啊，这几个人就翕相啦，讲伊是沙丁堡的金城武啦，哦，啊，就招摊招的，啊，大家就斗阵。所以这就是讲回归到我头讲的，就讲保密防谍这个代志，唔是看你即马坐迄个位有价值无，是你这个人有法度去招有价值的人出来啊！为这有价值人，做这工作的。系啊，这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是中共从过去到现在的统战作为啊。他一直都是这样子做的，但我们现在民主化太久之后，然后加上马英九执政，大家都讲啊，我们要这个包含全球啦，不能只有讲台湾啦。都开始全球化的时阵，大家嘛希望讲中国，你若是经济了后后了后，你会放弃共产主义，然后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你就可以变成较正常的国家。结果伊无嘛，伊就颠倒头走回来了后，变习近平主政了后，伊就搁紧缩了后，所以我们现在要积极的来面对，就是说，在现在习近平主政的中国对台湾有这么强的敌意的状况底下，包含武力威胁台湾，包含用间谍渗透台湾，而这个渗透其实不是只有针对国民党。民进党，甚至所有啊，你看，包含关键代表，包含黄珊珊也有接触啊。你看黄珊珊直接就讲说，
咱看迄新闻的资料，伊就写嘛，这个检调在调柯文哲相关的案子的时候，黄珊珊都会讲说要不要提名那个徐春英，他可以跟中国国台办直接沟通。你有想象到一个政党要提名不分区立委，居然那个党的同仁说我要去跟国台办沟通一下，你可以想象吗？这渗透不够深吗？这渗透的超深的。议员在我的想啦，伊家在无讲我甲中南海啊，吼，你若讲中南海就是绝对的嘛。但是伊讲我甲国台办吼，我看迄战绩还佫真低哦。我讲的哦，中国伫咧做这个对台工作的，其实是分很多不同层次。是咯。好，台办是交流。好，那你刚刚讲的国安层级的那个部分，又是更高的层级，包含间谍这一件事情，有可能是国台办系统。也有可能是这个中国国安局的系统，所以你不晓得。对我们来讲，我们也都只知道他是中国人，但他后面的那个人是谁，你不知道。你有可能是在工作上面，吴金贼老师也有可能变成是被接触的啊。他在学校接触的是谁？他在学校接触的是老师，但老师叫老师去做，然后来渗透我们这边的老师在接触政府相关的，比如说标案、了解的时阵，他可能有些把机密。或者是他所知道的资料、研究的资料，他就送到对岸去了，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我要讲的是说，在我们开放跟中国接触之后，慢慢的那个保密防谍的意识开始降低，所以我们现在面对这个开始有这么多我们基层的政治工作人员，居然被中国渗透，甚至拿了钱帮他们做服务这一件事情，我先讲啦吼，其他进动我感觉嘛应该要跟进啦吼。对于跟中国接触这一件事情，我们的保密防谍一定要做好。但是我们自己要先从我认为，对的，咱真正爱开始，因为之前嘛是都在交流的嘛，那国民党就爱亏我们啊，就说啊你们以前也是有去中国啊，准备要做生意啊，某是啊，但现在的中国跟以前的中国又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的防范的部分一定要开始转变啦。哦，那另外就是说这个刚刚有讲到说，到底附中审查需要不？我感觉这就是觉得就奇特的代志啊。如果连附中审查你都不愿意通过，那你你在惊啥？对不？你附中审查就是一个最基本的程序，程序就是讲我若去中国。我愿意和我的选民，大家拢知影，我去中国。其实应该是还好，因为真正要做情报去嘛是赶快当做。要做情报，附中审查不一定能够真的审查得到，可是附中审查就是一个最程序的东西。国民党跟民众党来打，我就感觉这都背后大家讲啊，我们真正这个国民党跟民进党站在一起，对于这个共谍这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把国安的漏洞补起来。让我刚刚讲，安尼你跟他补这，啊，恁李焕仪嘞？李焕仪做这机密的呢，很多机密包含国防部很多的机密文件，全部都要送到立法院去争取相关的预算呢。啊，你管别人管遮济，啊，结果你家己唔免管吗？对不？这不是就吹乌吹吗？我问国民党的意见吼，议员你认为咧，这个附中审查这个代志爱立法来做一个较明确的，尤其吼。基层的里长嘛，直去啊。是啊。啊，这你认为要安怎来规范？我是感觉这个附中审查哦就没意义啦。安怎讲？这几个人，邱世元、何仁杰，你看他这几年有没有去中国大陆？有无？应该是没啦，因为他是吴钊燮机要嘛，秘书嘛，应该是没啦。有的话才真的出大事嘛。对啊，他在台湾，这个王曲龙，他哪时候去的嘛？他哪时候去的嘛？对不对？他去澳门，好，那其他几个有没有去嘛？很简单，一个逻辑嘛。他在台湾，不管是在哪边，如果中共有心要渗透这个人，他觉得这个人够有价值可以渗透，他有需要说你去中国大陆我才吸收的成功吗？抵台湾、抵泰国、抵其他的国家都可以渗透成功嘛？所以你这样子回来看附中审查的这个逻辑，就已经它有它的那个漏洞的一个地方。那还有刚刚讲到，包含里长、包含民代议员，你说去中国大陆啊，我要跟你交代什么东西？哈啊，请问一下，我是交流的人哈，你说要交流，如果说是因为议会出去，或者是说公务出去，你审查，我都觉得退一万步想 ，OK 啊，如果我自己出去玩去旅游呢，里长去上海
啊，我们去上海看 F1 赛车，去迪士尼玩啊，请问一下，我是要跟你讲我玩哪些设施吗？我觉得你这样子来讲这个附中审查，我觉得就很没有意义。重点应该是制度错，我们要来补制度的漏洞，而不是用没有意义的审查去补漏洞。那漏洞在什么？为什么今天这个何仁杰他8年只做过1次考核？因为这就有知情人士说，通常像这种机要秘书，他们都只有在就职前还没就职之前考核过1次。但这逻辑 ABC 是这样子：就职前你都还没有进入这个国安单位，你哪有什么机密啊？一定是就职后你才有被渗透的一个价值嘛。所以问题来了，我们要去补足为什么没有定期，包含3年、包含4年定期去做审查，这才是制度的重点。所以议员伊认为讲，公务人员，或者是讲会当接触，机密残疾的这寡，不管是机要还是这个政务官，拢应该爱用法律来律定讲要安怎来做安全查核。这是我是认同的，但是这个规范要很清楚，不能说我附中审查就是我附中我就要审查。那到底审查的这个层级要到哪边？现在是公务人员有审查，民代没有审查，包含里长、这些议员等等。那我觉得公务人员审查合理，因为它会有一些行政资料等等的。民进党会当去中国的人足少的啦。是啊，就救了呀，所以我才说，因为我们也拿不到台胞证，所以我才说嘛，啊，如果民进党去中国的很少啊，然后现在民进党又是执政党，那请问一下，附中审查它的逻辑在哪边呢？所以我觉得回来，你这个法案你要去修法，要明确规定的是，你到底是什么样的界限才叫做泄密嘛？我回应一个这个代志啦，那是讲如采薇开头要讲的，然后附中审查你要甲什么人会当放在内底，然后来做讨论，来做审查，然后比如你开头讲的，是我个人出去，我去旅游，啊就要审查，就要报备，还是公务交流，还是带团出去，我感觉这拢会当讨论。不过国民党甲民众党即马伫咧立法院有要讨论这个代志无？无啊，伊伫咧程序委员会就给冻掉啊！啊，大家拢知影，你看，这个代志是为什么严重？你看，国民党真侪立委带团去中国，然后那就是公然的统战团。然后选举的时候，有很多议员也直接带着里长。我跟你讲，他公然就告诉你，那就是统战团。行程走到最后的时候，就会有国台办的同仁参会，要求里长要支持某某的候选人。啊，这有没有介入台湾的选举？有啊，这为什么不能审查？所以附中审查要到什么样的程度？哪些层级要在里面做规划？我感觉这些当讨论。议员有赞成讲应该开放讨论。我觉得可以讨论啊，但是问题是我觉得要理性的讨论啊。可是我们现在是看不到民进党理性的讨论啊。现在只是要国民党讲什么，他们都一定会说这个就是很标签。干议员的意思我搁翻译一下，伊的意思是讲。上无你卖单位定数委员会就甲动起来，会当来讨论一下。我是感觉可以讨论，可以理性的讨论。咱来开一个2点钟的节目，好因来好啦。会当这会使哦。蔡老师你认为呢？是，但是顶届国民党的立委去中国，伊个有一项条件来讲，国委员会爱派立委去。我想无啊，你要去中国就自由参加嘛，现在交委员会有啥物关系？所以咱会感觉讲，这是毋是有，莫讲有阴谋啦，但是就是讲啊，遮多好诶，讲国委员会也有代表去吼。啊，我感觉讲吼，你伫咧迄个政产的时阵，你忙伫遐创无啊，无人会怀疑啊。吼，我讲安尼，毋是讲因一定有啦，但是咱谁人要去规范讲去的时阵袂使讲到选举，吼，因为是选举期间，吼，你去啊，转来拜托你投互啥物人？啊，台湾的选举就互你迫害去啊嘛，因为伊无可能叫你投民进党的啊，敢有可能？无可能嘛，吼！啊，所以我的意思讲，这个部分像咱因后来会调调，会去有法院甲判罪，就是讲伊有明示讲甲你投啥物人，伊有伫政治上甲你支持啥物人，这就是咱要规范的啦，吼！所以民意代表也好，不管是中央地方，若是牵涉到这项代志，这拢都爱管制啦。因为咱毋是讲伊去佚佗袂使，佚佗着个审查，毋是安尼啦。就算讲去互因统整的部分，有当时啊，伊拢讲因的好话，咱有当时也嘛管伊袂着咧。他都好字有讲哈，讲吼有诶是，敢若
药帮啊，尔啦，哦，敢若讲哦，这个做建本啊，这个对我中国是友好的。当然啦，伊的手路是足油的啦，吼，伊就加减啊轻啊，这个卖晒，加减啊轻啊，吼，这个虽然是细卡，但是伊后壁有一个较大卡，若万一去互冰着，哦，伊多好，而且伊这行程真重要啊，吼。咱的总统有当时去甲外国想去啥物所在，伊事先甲你去遐，伊先甲施压力讲，你袂使甲见，吼。我讲啦，因的招数吼足济啦，过去国民党是安怎倒的，我相信国民党应该足清楚的，吼。当然，咱袂当讲吼，即马因为安尼吼，这种交民进党饲的无遮悍啦，吼。我感觉是无遮悍，因为讲到有较远啊啦，吼。重点就是讲。你慢慢讲民进党安尼好，大家拢足欢喜吼，这种交民进党有关系，其实毋是，是咱国家受着迫害。以后你嘛会执政，以后你若嘛掌握着迄个行政权的时阵，吼，就嘛咱嘛是啊。伊赶快台北市政府，伊嘛是的啊。所以就是讲，大家爱来丢毒，爱来思考这件代志要哪防范啦，毋是讲干那讲啊。不，他倒议长迄新闻大内面就讲你地方政府毋通暧昧，态度毋通暧昧啦。地方政府嘛有机密啦，啥讲无机密？地方政府的机密，这我就真歹讲啦吼。但是我要来请教何志吼，因为这目前民进党团提出了国安10法、10法啊，甚至国安15法，包括着反渗透法、两华人民关系条例、港澳这个条例、国籍法。甲通信保障以及监察法是国家安全法、国家情报工作法、交通安全管理法、陆海空刑法以及刑法。哇，遮济，这即马会付袂？我问一句啦吼，遮拢会过强调的无啊？够可能？当然无可能啊！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啦，吼！你唔管定法律定多严，这孙子兵法内面就讲，一定有人去做。你就要讲伫这代志，唔是重点，唔是拢咧修法修到你把它判到100年，嘛是出现啊。重点是你爱抓会着啦，重点是你爱抓会着嘛。你讲你拄我要讲的，你8年做一届的审查，吼，你根本就无要抓嘛，吼。我拄仔咧讲吼，就拄仔当然讲通检啦，通检甲共谍两个是无相像的哦，吼。通检是我给你小恩小惠哦，你来拄我来，互你占一寡小便宜啊，吼啊，拄我讲的讲有一寡里长互人影响，里长起诉一大堆啊，尾也着几个，判刑的无几个啊，吼，你袂当讲伊互人通检，伊就是共谍，这两回事啦，吼，互人通检，我嘛看起来，我嘛感觉真歹看，我嘛国民党立委去遐。我感觉真歹看，要毋过甲共谍是两回事。你即码是讲，我今天把法律定成这样子，恁遐去的人，你都要交代清，拢要交代。你现在变成啥？变成有罪推定嘛？吼，你家人去，你连做歹代志，所以你爱去交代。你应该是讲，你若去，你做你去，你回来你我抓着，我就来判重啊判刑。这是正常的做法嘛？我讲。你咧只修法修的，不管再严，拢有空啦。重点是讲你掠讲的技术甲决心有无？一般来讲，吼，我拄仔讲，不管调压，不管加权，吼，伊一定拢会去渗透。要毋过送的物件较有价值，就是讲像何仁杰这种的人才有价值嘛，对不？你讲我找一个2、3个宪兵，吼，拍一个投降的影带，吼。黑是对于来讲有啥物价值？好，他真的说，万一老共打来，他们都搞不好已经退役了，对不对？还是说他真的会把枪拿回来对着总统府？那个都说，伊会做到这快啦，好，要么讲你的重点应该是说，你本身政府真的有碰到机密的人，好，你本身那个保密那个东西技术要加强，那个心态要一视同仁。你比方讲，你家的人诶，像我家的人，政府你感觉咧？地方政府，你感觉地方政府应该要如何来保密防谍咧？我讲实在啦，因为亲像咱细汉的时阵吼，后面到时后面讲实在啊，地方政府的机密咯，不是讲无啦，少啦，吼，还不如台积电的机密啦。我讲白是安尼啦，我去台中市政府，伊有啥物机密，咱讲改变两方的关系。
还不如我去台积电偷一个东西。比如讲，我新北市有坑5个所在，坑迄个牛室、战时、即战争时阵要坑的这牛室这种物件。迄国防部较济吧？国防部较济。对啊，你一般地方政府有迄种物件少啦。农会应该知嘛。迄物件地方政府的统战是较济啦。你讲我要甲你统战，这物件是较济啦。你讲真正讲什么伟大的机密有限啦。你今天来讲，你讲最简单，2位台北市议员在台北市议会是有审过什么机密预算？无嘛？议长，恁怎有接触什么机密的预算啊？袂使必须爱拢讲人背出去，手机袂当查你。我们应该没有处理到这么样的机密预算呐，就是不过台北市政府里面有没有配合中央政府有相关的机密作为？我觉得这又是2件事情了。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审的这个台北市政府里面的预算里面有没有什么机密预算？看来没有。可是像我刚刚讲有一个东西啊，我们战争的时候战备的水井，那重不重要？那么真重要啊，不会。这个如果有渗透，到时候如果真的作战的时候，直接在你用水里面给你下毒，你外公你都免捡啦，对不？这是不是机密？这是啊，是机密啦。有啲相关的配合不？有啊。也是有啊，所以我要讲的是说，这种情报听起来安尼，听起来像无啥价值，但是上次嘛，这也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当中共要甲咱统战的时阵，对伊来讲是，我今嘛要对台湾做啥嘛？我如果现在只是要乱台湾，只是要派一寡人然后民进党拍走啊，和民进党支持的这个民心涣散啊，民调变低啊，然后换一个这个执政党是能够配合我中共的，我的作战方式就不一样。但如果我要打台湾的时候，我的作战方式，我要资料又不一样，所以这个东西是不停的在转换，完全是看中国现在对台湾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台独要讲，所谓的这个国安10法或国安15法的修法重不重要？修完法就会没有共谍吗？不会啊，因为你看其他国家也有这么多的重法。但有没有共谍？有没有间谍？有啊！这中国有影厉害呢，德国、美国什么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拢有这间谍呢。其实就是你看迄个美国跟俄罗斯，依照因在修整冷战的时阵，有没有互派间谍？他们有没有那时候处罚的很重？也都有啊。可是他就是要试探嘛。但每一个国家一定要把自己的法不足的地方修起来嘛。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查共谍这一件事情，他都要打开共安全对我们机要人员要做查核这一件事情，我们要不要有法制去做规范？应该啊，对不对？应该要吧？那我们现在有没有法？可能就不足，要不要修？修啊！当我们台湾是一个法治民主的国家，是嘛？所以你别当讲你就要修法之后是不是就会没有共谍？当然不可能。美国也有共谍啊，美国也有中共派到那边的这个间谍啊，有没有？有啊，人家有没有保护国安？有啊，但。遇到问题就把这些法修足，然后针对这些漏洞，我们尽量去补足。补足的部分是第一个处罚，第二个是我们如何去调查。如果在现在的法没有授权的状况，我们是不是应该让这些法授权补足，让行政机关可以去调查？还有刚刚大家讲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大家现在一直讲说，现在共谍查到处罚那么轻，我告诉你，我们是不是第一个啦？我们要去跟中国拿资料，中国一定不会配合我们嘛。所以你要把他定罪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有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你知道吗？现在的共谍是我抓到，反正你也定不了我就更你无证无据，对，你无证无据或者是你有一点点证据，你也判不了我。那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大家就会你知道我给啊，反正我就是只要走官司，然后我拿到的报酬跟我后来打官司的钱，可能我拿到报酬更多的时候，大家都铤而走险啊。所以在这个处分的部分，是不是要加重的处分？哪一些的漏洞要补足？我觉得这就是在立法院应该要好好讨论。国民党、民众党跟现在执政的民进党，应该如果真的认为共谍这一件事情是重要，不是国民党只是拿来打击民进党的，应该针对这一件事情，在立法院好好讨论，把它全部修足，请国民党一起支持民进党抓共谍。来，议员，
而且干嘛？现在啊，绝对会是这个国安法修法的一个好时机。那民进党如果要说服国会修法的话，我想应该也要做到，不要只要是国民党就通通都说这个国民党就是不爱台湾啊，然后就是卖台啊等等的。事实上，为什么今天大家会对于民进党出现共谍这么的惊讶？因为之前都是民进党在抹黑国民党，抹黑其他的在野党，说国民党就是因为跟中国大陆有交流啊，然后所以就是会有共谍啊，然后都说这些去中国大陆交流的人啊，都有可能是共谍。所以我觉得国安机密以及国家安全这件事情呢，过去很长的时间都被民进党一直拿来当作是政治操作的一个手法，而事实上一直都没有把国家安全放在自己的心里，以及当作是一件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才会导致现在民进党自己出了共谍，所以现在民进党就说，哎呀，这个资料可能他们自己也是不知道，所以不知道，然后聊天的时候泄露出去啊。我讲个很基本，我以前当记者嘛，这一些这个幕僚都会对记者做防范的，都会跟记者说，这个很重要，这个首长的行程不能讲啊。如果有其他是大陆人或者是其他。不要说大陆人呐，也可能是我们自己的人问你这个首长的行程的时候，你怎么可能没有保密防谍的一个措施呢？没有保密防谍的意识呢？有当伊酒摊就拢讲出来啦。你应该也参加过啦吼。以外，上后尾一个问题，你有赞成那边甲你斗阵在立法院好好来讨论讲，什么会当来收，什么免收，这个无意义，像好似讲这个管制出一个这免管，应该爱好好该管的爱管，你认为爱讨论无？我是赞成啊，我嘛。应该我马是赞成要讨论啦，但是这个讨论的前提是大家都要释放出善意，大家不要有成见。我觉得这样子的讨论才是一个理性的讨论。那如果这个讨论都沦为说这个交流通通都是有可能出去泄密的话呢，那不好意思，我觉得这种讨论那就很有可能会变成是无意义的一个讨论嘛。那再来说统战，那如果我这个出去旅游，或者是说你说里长带这些里民出去旅游。有国台办，我先说国台办本来就是当时候双方认定是可以交流的一个对口，它绝对不是统战单位那如果你有说国台办出现，这个就是统战吗？委员讲这个交朋友啦，这各有定义。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交朋友，我觉得可以讨论，但是首先大家要先把成见放下来，才有讨论的空间嘛。来，蔡老师，其实是安尼啊，对，大记者讲的讲这有乌数无？一定有诶，就是讲你法律更加严，一定有乌数。但是问题是安尼啊，你若讲敢若摕了几十万，但是我去用判是正当。美国诶间谍法内底有无期甲死刑诶，啥物意思？就是讲伊来吓惊这帮人，你来做这个代志，你中国摕了几十万，我无可能甲你做这。我诶意思就是讲要互这帮人知影讲，咱台湾是有法律诶。你若要为着外国诶政府，敌对诶势力来为做有做买诶时阵。你的面对的处罚是真重啊，因为你等于叛国嘛，简单讲的安尼而且因个公务人员这个有贪污的问题因是公务人员，这助理因为伊本身就是公益的公务人员，所以这个理性就是咧讲，咱若甲加重起来，当然代理的部分，毋是讲要甲因拖去关啦，是讲你爱恁到底去啥物行程，恁记着啥物人，但是有的人。伊袂甲你讲伊是统战的人员，但是伊事实上是统战的人员，统战部的啦。伊即摆讲的是讲国台办的，这种国台办的，其实内底有统战部的，有几若届是统战部的人员，对中国迄个共产的国家伊都集权的统治嘛，全部拢是啊。我讲我意思讲，我若袂当全部拢甲好做啦，但是若讲到选举的代志，这一定要当办啦。无安尼，台湾的选举都无效益啊！因用钱，甲你招待，互你佚佗，甲倒来台湾讲你要投啥物？但是老师，这选举都袂使用间谍法来办理啊吧？毋是，无毋对，但是迄个行动嘛，爱个压管啊，啥物意思？这就是另外一个行动嘛是，但是因就要反对嘛，一定反对。来，好子，我安尼讲啦，就讲你。做共谍的成本是讲，我的风险是讲，我的判刑，甲你掠到比例不成比例。你若是讲你拢掠袂到，你判18年拢无效嘛？你若是讲我会当掠到10%，你可能5档10档伊就惊死人啊！所以讲你另外讲我有啥物手法会当掠到较济，
吼啊，加法案的物件我嘛爱完善。要毋过我来讲，我是问嘛，你讲沈博阳这15万，啊，这拄好讲这几个民进党的，你敢掠得着？无嘛，迄拢对国民党的嘛，拢是要掠国民党的嘛。啊，你家己这坑你就补袂起来啊，对无？吼啊，即马是讲你要讨论这修法，吼，我感觉是安怎？你上简单，你行政院院版提出来啊，吼，你行政院你是负责在抓的人嘛，你才知影我什么不救嘛，吼，啊沈博阳不是啊，沈博阳只要拍了国民党就送啊，对不？啊你即马行政院院版提出来说，大家才有一个讨论的基础嘛，啊你即马行政院版无，大家讲阮即马要讨论啥？就行政院版先提出来，讲我真正需要的是啥物物件，为怎样我即马法律我无法度。找到这几个人，我抓袂到这几个人，吼，